餘下活動考安排。餘下活動有個人或群體的，也有靜態或動態的。我們可以透過學校、社區中心和市政處等途徑參加。參與餘下活動可以讓我們心情愉快，強身健體，學習新知識。群體活動更能幫助我們學習與人相處。我們可以按照興趣、能力、目的、費用等因素，選擇適合自己的活動。還要好好安排時間。參與活動時，我們需有正確的態度，並要注意安全。